好，我是赖伟一，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高雄桥头糖厂的百年森林面临存废危机，这片难得的城市绿肺因配合30年前订定的桥头新市镇计划，未来可能将被开辟道路跟住宅区。环团发起走读活动，呼吁市府审慎评估，共同保护这片兼具文史、生态与防洪价值的宝贵绿地。队伍浩浩荡荡地穿梭在绿树之间，但这里并不是深山的森林游乐区，而是在高雄的桥头糖厂，距离市区大约20分钟的车程，搭乘捷运也能轻松抵达。只不过这片难得的城市绿肺，未来可能即将面临开发。环团邀请大家一同来走读了解、保护这片森林，吸引了300位民众到场响应。刚才在说，我们走了1个多小时，还在里面，就觉得这片森林太大了。要这样子把它毁掉，觉得很可惜。很可惜，对。高雄都会区这么接近市中心的地方，有这么一大片上百公顷的平地森林，这是全高雄市民，甚至是全台湾人民的共有资产。这应该要好好的保存下来才对。桥头糖厂这片土地饱含着台湾糖业的历史底蕴，是自然与文史兼具的难得绿地。根据桥头新市镇计划，预计会在新塘国小旁边开一条60米宽的联络道路，周边也规划改建成住宅区。只不过这项计划是30年前所定制的，当前这项开发是否还是必要刚需，可能还需要多方审慎评估。这边可以走一段差不多10几分钟的人造林，再进去就没有办法通行了。这边再过去就是。西瓜园那边是只要他们的一些活动地区，环境制的活动地区。假如那条道路开发的话，这边会影响到？都会影响到，因为如果你整个隐秘性被弄坏了，它整个像一些猫狗就进来了，它整个都完蛋了。当然是很不好，因为它刚刚有讲到有很多树都会因为那个道路的关系都会被砍掉，所以很不希望说那个树木那么快就消失，因为毕竟现在已经开发的蛮多的，对，所以还是希望说可以维持这些那个绿地这样子。30年来，其实高雄市的人口是下降的，就算后来从107年开始要求的那个就是所谓的科技S 代的廊道，其实这个都不是可以拿来开发这里的一个理由嘛，因为他那个其实人口并没有像他们所想象的这么多。环团也喊出了中部有溪头，高雄有桥头的口号，认为地方发展未必一定需要大量开发。假如能够将糖厂整队为森林游乐区，不但能够带来观光收入，周边土地价值也会有所注意。此外，面对周边点宝溪的防洪需求，这片森林还可以提供高达175万吨的制洪量，可以说是兼具生态、休憩和防灾的多功能价值。我刚听很多人说，他们很惊艳，说，原来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森林体验，竟然是在捷运站可以到的一个平地森林，我还不用爬山哦，我就可以体验到，我也不用开车到什么很遥远的地方，所以这就是它的潜力。虽然它没有像溪头这么漂亮，但是它交通便利啊，它离市区近啊，它旁边有糖厂啊，有老街啊，所以其实每个地方它的优势不一样，我不觉得这边会输溪头。桥头糖厂的开发议题，凸显了城市发展中永续与开发之间的取舍与平衡。面对30几年前的市政计划，这台开发列车是否还需要继续开下去，可能将是市府与中央必须审慎面对的关键问题。记者苏安君高雄报道。在中油跟联华林德共同见证下，全台首座位在楠梓的车用加氢站正式启用，每天可为7辆大巴提供服务，支援700与300巴氢燃料电池车，氢能被视为减碳新选项。中油强调将持续评估需求，扩大据点，氢能否成为未来车用主流，仍待观察。启动台湾中油楠梓加氢站与联华林德硕谷示范加氢站正式开幕启用。在中油董事长方正仁与合作伙伴联华林德彼得欧文以及重要代表的共同参与下，位在楠梓的全台首座车用加氢站正式启用。站体一天可以为7辆大巴加氢，还可同时满足700巴与350巴的氢燃料电池车需求。我们从113年正式去向高雄市政府来提出楠梓加氢站的一个建站的一个申请。那我们在113年的4月、5月，同时得到了一个筹建许可。我们的加氢机、我们的空压机必须要离法规超过8公尺以上。但是大家看到我们今天到我们的道路，大概从到高南公路出去，大概是相距
大概有50公尺的这么远。而合作伙伴联华林德在工业气体深耕数十年，延伸到能源技术与服务，同时是全台气体槽车的最大车队之一，也正在引进全国第一台的氢燃料电池卡车。Supported by the resources of the Linde PLC. 结合林德与联华神通集团的资源，我们希望促成更完整的氢能生态系，来协助台湾更稳、更快、更有效率地迈向减碳目标。由于氢气燃烧仅产生水，不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被视为车辆减碳的代表能源。而目前加氢站主要提供氢能大货车与大客车的加氢使用，但氢能源是否能成为接下来的车用主要能源，还需要观察。中油则是已经筹备好增点计划，一定不可以重蹈我们瓦斯车的那个错误的政策。高雄市的加油站配合政府变成的这个瓦斯站，结果几乎全部都是100%的亏本，那政府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补救。未来如果消费者接受，那整个能源转型也应该往前走的时候，未来的第二点肯定就是在南北一定要有一座，然后在高速公路上面会来再来建设。这个是未来公司在盘点这个部分里面已经勾勒的方向。由于氢能源稳定、技术成熟，可降低中型站的建制风险。报告预估，全球的加氢市场将在5年内成长3.5倍。氢能源是否会成为下一个车用能源的主角，还有待观察。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内壢火车站新建跨站天桥将在12月20号启用，但位置较靠后站外侧，从庄敬路进站得多绕一段，所以有民众希望能同步开辟另一侧的进出动线。立委鲁明哲4号邀集会刊讨论是否能利用新仁路20巷衔接天桥作为临时通道，期盼施工期间能替旅客分流。内壢火车站因地下化与新建天桥工程，后站动线近期重新调整。新的跨站天桥将在12月20号启用，设有3座电梯与风雨走廊。不过天桥位置较外侧，从庄敬路进站必须再多走约100公尺，所以有民众希望能同步开辟另一侧的进出动线，减少绕行距离。立委鲁明哲4号邀请台铁公司、地主台电与在地里长、附近企业到场会勘，实地评估是否能借用2块私人土地，让新仁路一段20巷的巷道延伸至天桥位置，作为后站进出的另一侧替代动线。因为在12月20号，大概整个后站进场的只剩天桥，但新天桥的位置距离站口啊，实际上距离非常远，大概要走100多公尺啊，所以很多的里长跟我们每天都要搭铁路的很多朋友在网络来反映啊，所以今天特别请交通局啊，跟我们铁道局，还有台铁公司，以及现在有可能要借用土地的2家私人的企业，今天到现场，能不能从新仁路那一端？现在因为后站进场都在庄敬路，所有的车包括机车都往那边挤啊。我们希望在施工这么长的期间，这些的进火车站的从后站进场的朋友也能够部分的分流。鲁明哲强调，内壢火车站地下化工程至少还需要7到8年，施工期间时间长，动线如果不改善，民众每天都得多绕一大圈。他也建议未来可思考规划 U-Bike 转乘点，让后站交通更完整。是不是从现在的新仁路一段20巷的现有的巷道，再接2块私人的用地啊，能够接到现在的这个天桥啊，那大概比庄敬路进场要少100公尺，少走100公尺啊，所以大家骑机车来，如果有人来接送啊，甚至未来要不要做成 U-Bike 的一个园区啊？所以我们现在在思考的问题，后站进内壢火车站更方便，是我们今天会刊主要的目的。现在各单位带回去研究，希望有好的结果。副经理长指出，后站一直以庄敬路为主要进出口，居民早已习惯既有动线，如今多走一大段距离，对每天搭车的族群来说真的不方便，并也提到新仁路一段20巷距离新天桥更近，如果能打通临时通道，将可明显缩短旅客动线。之前的距离
是零距离直接进到内坜火车站后站南下。那现在呢，要走120公尺，然后上天桥或上电梯，才能到第2月台南下或北上。新人路那两边呢有原有的停车格，店家门口大约2个到3个，好像可以再增加。或许是说，卢委员有说，在进来的部分要借建设公司的地或者台铁地，那再增加一些停车格。当然我们是乐观其成，因为能够疏解那么多100到150步的车流量，真的对内坜后站来讲，这个区块来讲，会是一个蛮大的注意啊。那也是我们蛮多里长乐观其成的一件事情。目前各单位已将意见带回研议，包括土地协调、通道安全、交通动线等细节。地方期盼若能顺利打通，将大幅改善后站进出的便利性，也替长期施工期间的旅客减少不便。记者李承浩台湾采访报道。喜爱骑乘 U-Bike 的民众要注意了，在新北市与桃园市宣布未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将不能租借 U-Bike 后，台北市交通局12月11号也宣布跟进，同样从2026 1月1号起实施。另外，为了改善尖峰时段部分 U-Bike 站点供需失衡情形，北桃也同步试办友爱接力活动。U-Bike 会员只要在无位可还的站点借 U-Bike 2.0， 或在无车可借的站点归还 U-Bike 2.0， 就可以获得5元骑乘券，可折抵骑乘费用，10分钟最多提供2次回馈，希望鼓励民众一起协助，让车辆更有效运用。U-Bike 是许多市民喜爱使用的交通工具，不过根据台北市交通局方面统计，目前仍有 10% 没有投保，其中在44万张尚未投保的票卡中，有12万张属于经常使用。为了保障民众骑乘 U-Bike 的安全，台北市交通局宣布将跟进新北桃园，明年1月1号起，未投保强制险将不能租借 U-Bike。从115年的元旦开始，就是在北桃地区使用 U-Bike 2.0， 就是要全面投保。那你如果没有投保的话，这个就没有办法借车。那我们是因为目前的投保率已经都达到90%了，那剩下的这10%啊，我们也希望提供他们这个相关的保障。所以在明年元旦开始就会有这个全面纳保的措施。那也在这边呼吁U-Bike 的使用者，如果你还没有投保的，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官方的 APP 以及网站上登录会员，然后做加保的动作。交局方面表示，公共自行车伤害险由北市府全额负担保费，使用者完全免费，民众可以在官方 App 登录会员完成投保。不过，登录会员与使用者需要是同一人才能理赔，提醒民众注意。另外，为了改善通勤尖峰时段部分 U-Bike 站点车辆供需失衡的情况，北桃也宣布，从明年元旦起共同试办 U-Bike 2.0 友爱接力奖励计划。会员只要在无车可还的站点借车，或者是无车可借的站点还车，就可以获得5元骑乘券，可折抵骑乘费用，10分钟内最多提供2次回馈。微笑单车从115年1月1号到6月30号，在北桃3市举行这个友爱接力 U-Bike 2.0 友爱接力试办计划，那就是鼓励呢所有 U-Bike 的会员都能够主动的发挥这个善意，那在还车或借车的时候呢多帮他人想一想，那从满站的一个站点借出车辆，或者是在无车的一个场站去还入一个车辆，那微笑单车都鼓励民众这样的善意都会提供这个5元骑乘券的一个奖励。注意的事项来讲是这个活动是针对 U-Bike 2.0 的部分，那刚刚那有提到就是说，如果说你从满站的一个站点借出电辅车的话，因为你也释出了一个空位，所以呢，如果你是从满站的站点借出电辅车，我们比照 2.0 也给你一个友爱借车骑乘券的5块钱。那其他的部分呢，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我们以第一个还车时间奖励，第一笔奖励的还车时间起计算，10分钟内最多就是可以得到2笔奖励，所以我们有个口诀就是红变绿给你5，橘变绿给你5，10分钟内最多5+5这样。
民众可以透过官方 App 了解各站点车辆状况。怎么样去知道整个站点的状况呢？其实可以从我们的 YouBike 的官方 APP 或是官方网站上去做个查询。那比较建议大家下载 APP 啦，因为比较随时比较方便，而且 APP 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那你从 APP 打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到站点的颜色。如果是红色的站点呢，表示呢现在这个站点呢就是无位可还，就是满满的车，那就鼓励你可以去这边把一台车借出来，那给下一个人留个位置。那如果你看到呢站点呢是橘色的，表示呢这个站目前是空荡荡，那就呢鼓励你呢，如果你的方便刚好也在你附近，你就把这个车还进去，那我们就会提供你这个有爱接力的这个奖励骑乘券5块钱。台北市交局方面表示，希望借由 YouBike 2.0 有爱接力活动，让车辆使用更有效率，也邀请市民朋友一同响应，透过友善举动，共同打造更便利的城市移动环境。有爱接力，赞！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就职满3周年前夕，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视察景美溪及指南溪汇流口护岸再造工程。蒋万安表示，北市府已经投入数十亿元推动防洪治水以及水岸环境改造，目标是希望将全市降雨容受力全面提升，进而强化城市韧性，同时打造更亲近水岸的城市环境以及优质友善的休憩空间。蒋万安强调，防洪治水是城市安全与韧性的基础工程。台北队会持续努力，稳健推动各项工程，让台北市成为清水城市。重回母校政治大学，台北市长蒋万安不由得回想起当初与太太在追梦溪散步的情景，更惊叹被昵称为追梦溪的指南溪已经很不一样。这里是景美溪及指南溪汇流口护岸再造工程，台北市工务局水利工程处将指南溪3面光混凝土护岸拆除，改用近自然工法，让河川重新呼吸。我们透过恢复生态河川来改善整个水环境。那做法上，我们就是将原来3面光的一个混凝土结构全部破除，然后把它做缓坡化，恢复成一个自然的一个河川，透水而且蜿蜒的一个自然河道。待一会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改善完之后，其实整个河道非常的自然，生态的多样性也多了，很多动物也都回来了。不止指南溪进行护岸再造，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上任3年来已经投入数十亿经费进行防洪治水及河岸改造计划，包括拍板，未来5年将投入65亿推动防洪治水工程，目标是将全市的降雨受容力从每小时 78.8 毫米提升到 88.8 毫米，全面强化城市韧性。其中百灵抽水站扩建工程已经正式启动，预计118年完工。中山及大龙抽水站扩建也在加速进行。怎么样让市民朋友免于积淹水的痛苦？所以我们拍板确定投入5年65亿的防洪治水工程。所以包括我们要全面提升我们台北市降雨的容受力，从现在每小时时雨量容受 78.8 毫米提升到 88.8 毫米，因为现在有时候短时强降雨1个小时时雨量就会超过70甚至80、85毫米，我们提高到 88.8， 同时再搭配各项的防洪工程，所以希望能够让台北市更具韧性。好，二方面我们也规划了包括从中山、圆山、百灵、士林各项的防洪重大工程。那第二个面向，我想也包括我们抽水站的全面新建跟扩建。另外，北市府也投入32亿推动28件河岸改造计划，其中淡水河岸空间环境营造计划将耗资18亿元，将河岸外推18公尺，打造全长4公里的水岸廊道。当我们羡慕到韩国首尔的金溪川，法国巴黎的塞纳河，到美国纽约的哈德逊河，他们都有非常漂亮的河川，让市民朋友除了感受到清水的魅力，以及在河岸旁慢跑休憩的幸福感觉，台北市我们有这样的条件跟优势，所以我们也拍板确定投入了18亿，让河岸外推18米。我们从玉泉公园有一个人行跨桥，
到河岸，然后一路到大稻埕。我们除了有夏日烟火，还有水舞嘉年华，一路再到敦煌码头。在河滨设施方面，目前已经新建5座共融游戏场，6座完成改建，另外还有5座正在新建，希望提供更多优质友善的休闲场域。许多爸爸妈妈喜欢带孩子到河滨的各个游憩空间，我们打造共融的游具场域，所以未来我们除了现在已经完成5座新建的这个游戏场，6座新建正在新建，我想我们持续的推进。蒋万安强调，防洪治水是城市安全与韧性的基础工程，默默守护城市日常。他会带领台北队持续努力，稳健推动每一项工程，为市民打造更安全、更美好的水岸环境。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横跨前镇凤山区的重要交通要道前镇妈祖港桥，历经3年多改建施工，终于在11号中午全线完工通车，让在地民众及用路人相当高兴。改建后的妈祖港桥桥宽拓增到25公尺，往前镇将提供3车道，往凤山方向则是2车道及人行道，大幅提升通行效率跟交通安全性。中午时间一到，工作人员迅速将安全护栏移开。这个横跨前镇凤山区的重要交通要道前镇妈祖港桥，在历经3年半改建施工后，终于在11日中午全线完工通车。不仅用路人相当开心，更有民众跑来拍照，见证这历史的一刻。等很多年了，很开心啊！不然堵了3年半了，很欢喜啊，方便啊，交通方便啊，很开心啊，有。坐太久了啦，开心啊，很开心啊，交通比较方便啊，比较不会受阻啊，不然之前都要绕好远。可以一路通畅到凤山啊，畅行无阻，很好，很棒，变方便了。要不然之前都蛮小的啦，要闪车什么，其实还蛮危险的。妈祖港桥的黑暗期总算结束，这对我们百姓来讲已经等了3年半了这3年半来大家的困扰很多现在通车了，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高兴这个五甲桥通了后续的都希望政府后面的路面的改善希望能尽快的处理。改建后的妈祖港桥桥宽拓增到25公尺，往前镇的方向将提供3个车道，而往凤山的方向则是2个车道和人行道，大幅提升通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妈祖港桥改建之后，往前镇方向就会有3个车道，那往凤山方向会有2个车道。那道路的容量增加之后，那也就是代表说车流量它就可以减少大概5到10%左右的那个交通流量。那届时整个通往从凤山一直到前镇的交通顺畅会更加便利。另外，在中山路往凤山的方向也会布设左转的专用道，所以届时汽车就可以直接从左转的部分往凤山方向下去走。另外，在那个机车的部分也会配置直接开放左转的那个号志，也就是说，机车不用透过那个机车待转区，就可以直接左转凤山的方向。妈祖港桥通车之后，交通局仍然会透过周边的号志调整以及警力站岗，维持桥面的稳定车流。而至于替代任务结束的海邦桥，过去车辆可以直接右转到凤山，现在则改成只能直线通行，机车则维持现有动线可以右转，要确保前镇和五甲地区的整体交通可以更加顺畅。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为了防止火车落轨事件发生，台铁公司编列1.5亿元经费，选定高雄车站2B 月台试办上下缆绳升降式月台门。这项工程主要目的主要是防范落轨事件。目前门柱装置已经安装到位，计划在明年3月前正式启用。尽管民众对高额花费有不同意见，台铁仍加速赶工，期望能提早提供乘客更安全的搭车环境。
高雄车站的月台上方立起了一根一根的银白色柱子，整排看起来相当壮观，就令人好奇这些装置的功能是用来做什么的。好，记者人目前位在高雄车站的月台上方旁边这个白色柱子，就是未来准备要试办的防坠式月台门，台铁正在赶工当中，最快预计明年3月可以启用。为了防范落轨事件，台铁公司计划在高雄车站2B 月台试办上下缆绳升降式月台门，与一般的闸门不太一样，是由一条一条的钢构缆绳所组成，总计经费1.5亿元。虽然部分民众表示落轨多属于个人行为，不需要多花费这笔开销，但大多旅客还是保持正面支持的态度。因为老弱妇孺有时候人多推挤，就不小心会被推下去啊。就是他如果心情不好，或是有不小心被推到什么之类的，他可能比较不会掉下去。个人行为啊，那个没有差。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小心落轨的状况，是你觉得有个月台门这样防护起来蛮不错。我是觉得没有差啦，个人真的觉得没有关系。你觉得你觉得自己要注意一点？对，自己注意比较重要吧。你这弄那么高，没有意义啊。但这样子比较容易防止不会出事，因为最近台铁真的出事的比较多。目前月台门的门柱已经安装完毕，这些柱子的位置可是都有特别设计过，因为台铁的列车种类相当多，所以并不是等距离放置就可以了，还得经由专业技师测量，并与台铁多方测试，才可以安全无虞的正式启用。这一套系统可以防止旅客侵入我们的路线以外，另外就是我们的列车的驾驶人员，他也必须要配合这个停车的位置，因为台铁的列车有很多的这种车种，所以我们一共可能会设计出几种的停车模式，然后我们会以在月台墙面到轨道，甚至到月台的这个一端做一个标示线。虽然有不同种类的意见，但为了给乘客与工作人员更友善的搭乘环境，台铁公司表示会全力赶工完成，希望可以在表定3月前提早启用。这座全新的月台门不仅是物理防护，更是铁路公司对旅客安全承诺的展现。记者苏安君高雄报道。由市府跟中央协力推动的基隆狮球岭炮台周边步道正式启用，让民众可以一次畅游流民船隧道跟狮球岭炮台，打造基隆文化观光新亮点。市长谢国良欢迎各地民众来深度体验基隆的文化观光与生态。3、2、1，请开锣！基隆市长谢国良、文化观光局长江庭梅跟多位市议员、里长们共同庆祝狮球岭炮台周边步道正式启用。在地方人士长期的关心建议下，市府跟中央协力推动，军方配合退缩围墙，让民众可以透过步道串联，一次畅游全台第一座铁路隧道、流民船隧道跟狮球岭炮台等景点，来深度体验基隆的文化观光。我们狮球岭炮台周边的步道我们花了很多的精神，那中央地方协力一共花了2800万打造这个步道，那也串联了安乐区、仁爱区等，那这是一个综合我们的观光、文化还有生态共同的一个环境。那也感谢包括凯琳议员包括138议员，包括秦真议员包括华家议员，大家长期的争取的这个努力，来推动这个步道能够完成。那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间所付出的努力。我记得我在当民意代表的时候，10几年当中都有一直在争取这个改善的工程，一直都没有办法推动。到现在我们市长以及文化局的各位团队来辛苦的做了最新能够启用典礼，对于周遭或是基隆市的一些观光景点和外来的都有多一个景点能够来参观，非常的用心的。我们基隆市长、市政府的团队及文化局的团队，我们是不是能用一个掌声跟市长来一个最大的掌声的谢谢我们市长。当时的蔡适应立委也有协助来协调沟通相关的国土的事宜以及军方的一些意见。那也很感谢谢国良市长在上任之后呢，那也接续了这个计划。那
我们帮我们的这个流民船隧道跟这个狮球岭步道的整顿的非常良好。那因为我在上任之后呢，其实因为我的政见也是希望我们的流民船隧道可以整理好之后成为一个观光热点。那所以非常感谢今天就是市府办的这样子一个活动，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是曾经有上过这个新闻100万景点的这个狮球岭的观景平台，看出去是一个非常美的这个基隆港的风景。那这一个风景的观景平台呢，其实是我们同志会议长从第一任的议员开始争取到现在，所以也邀请大家呢，如果有来流民船隧道以及我们的狮球岭步道的时候，一定要过去看看。那在这边呢，我首先还是要先感谢我们市府团队，还有各位里长，还有为了这个步道所争取这些步道的伙伴们，先感谢各位。那在这边呢，就除了我们所说的历史之外，那我还是要特别说一下，我们刚刚华夏艺作有说到的，我们100万夜景。那在这边呢，我们议长同志委呢，就是有持续争取，那也感谢市府团队所有人的付出努力。那游客其实来可以有很多的方向了哈。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从崇德路，从我们的这个安乐区，这个地方我们都有基隆完善的公车，那公车下来之后，大概就有2个公车站可以上来，那2个公车站大概隔一站大概都有不同的步道的路径。那循着我们的指标其实就可以走过来，这是从安乐区。那另外从仁爱区的话，我们从我们的书院里，从我们的公所基本上从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的下方基本上也有我们的仁爱区的公车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线然后可以从我们的下方走上来。那不管从哪一端走上来，都可以形成回圈，然后再接回我们基隆市的公车的系统。那至于说如果是骑车或开车的民众，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停车位有限那如果是骑摩托车，基本上也可以停在单一个区块的一个出入口，然后绕一个回圈之后，可以回去骑乘自己的一个私人的这个运具，所以基本上都非常的方便。那时间待久一点，还可以到基隆庙口去做我们的这个小吃跟我们基隆市区的旅游。真的幸亏我们那个张局长非常用心把我们这个地方整个都改造的非常的舒适那但是周边还是有一些是我们各相关单位需要配套的啦譬如说我们附近这边，如果说这个交通上我一直在建议的安乐国小立体停车场，如果能够把这个案子跟我们这个观光景点来做串联的话，我想可以让民众就从安乐国小这个地方就可以走到这边来我想当然也可以多带动周边的一些商机嘛大家也有一个生意可以做嘛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的其实现在我们流民船隧道打开是全面打开不再像以往是要预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很希望每天都有很多的民众来感受我们这样生态的基隆那何谓生态基隆？就是这边有非常多的很好的一些物种，不管是植物、动物，还有我们的芬多精这都会让心情愉悦。所以我们现在除了周一闭隧道之外，其他时间我们都是开放的。那从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因为我们要保证就是整个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其实在这块的部分，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推动。那未来我们会再看4代半年后，我们再去做滚动式的调整或者是加强。那目的也是希望让更多的游客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具有文化、历史、生态、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形步道，让大家可以感受基隆的不一样。文管局进一步说明，配合步道启用，流民船隧道采全日常态开放，但每年3到11月为繁殖期，会限制人流模式，维护在地物种。12月到隔年2月是冬眠期，则取消人数上限。欢迎民众深入探访，感受基隆多层次的风景与历史故事。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众所瞩目的2026桃园 On Air 跨年晚会卡司正式出炉，不仅有金钟主持、独家卡司实力唱将以及新生代艺人团体，还邀请韩团 A-Pink 陪伴倒数，宇宙人唱跨后压轴，欢迎大家一起来桃园迎接2026。3、2、1。
情感应。万众瞩目的2026桃园 On Air 跨年晚会卡司正式出炉，不仅有金钟主持独家卡司实力唱将跟新生代艺人团体，还邀请韩团 A-Pink 陪伴倒数，宇宙人唱跨后压轴。跨年晚会将会在桃园棒球场举行，挤不进会场也别担心，亚洲矽谷 IOT 户外广场也会有同步投影转播，嗨翻青埔。那么大家最在意的就是主持人跟卡司。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唐其阳唐老师，我们的国师会是我们的最棒的主持人之一。我右手边 Yellow 黄轩也是我们最棒的卡司之一。收到，对不对？对。到时候不见不散。那我们的卡司除了我们黄轩 Yellow 以外，我们从这个天后徐若瑄开始，一直到压轴的 A-Pink， 我想大家一听这个卡司，再加上黄轩，就知道说当天晚上非来不可。而且我们是排队进场，我们的青埔棒球场2万人，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不过还是早点来排队比较安全。那么我们的这个跨年晚会，到时候我们不见不散。其实2026年大家都很清楚吧，是一个火象年。火象呢，就是要展现我们的活力。那当然就从跨年的这一天开始，大家都出来吧，一起来感染我们的活力。这次跨年邀请唐启阳、Kid 林柏升跟 Dora 谢宇之3人联手主持。宣传记者会中 ，Yellow 黄轩也特别现身演出，让大家抢先感受精彩表演片段。翅膀和你突围，是对你的幸福，是对你的倾诉，学着你的脚步。如果能解读，当做你的事物 ，'cause love is all we do。唐启阳也同时现身宣传记者会，并分享明年巨蟹座的运势。跨年当天，他也会在现场跟大家分享新年度的星座运势。巨蟹真的很会照顾大家，真的。所以你看，也会替大家着想哦，找一个有位置坐的地方，然后也把卡司弄得热热闹闹的，让大家很开心。其实呢，巨蟹座今年很特别哦，一直跨到2026都很期待，因为大吉星现在就在巨蟹座，巨蟹本人也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比以前更大胆，更想冒险，而且其实福气更好。那我们的市长就在这一次把福气用在我们的市民身上。今年桃园跨年首度移师乐天桃园棒球场，并划分草坪的站位跟座位2大区域。亚洲矽谷 IOT 户外广场也设置了户外 Live 观赏区，并规划跨年夜猫子美食市集、美拍打卡店，集结配合跨年41小时不休班，欢迎大家一起来桃园迎接2026。记者赖伟一团报道。曾经在2024台湾灯会造成轰动的光雕作品《灵动的目光》再度回到台南，以全新方式展示在台南市美术馆2馆户外广场。不仅串联府城历史，更融合传统艺术与当代创新，跨界共创，打造感官盛宴。建筑外墙化身巨幅画布，随着光影律动变换，呈现出满满台南味。光雕艺术作品《灵动的目光》再度回归，以全新的样貌在南美2馆限时展演。开幕音乐会中，台南女儿李竹欣与饶舌教父大支献唱，炒热气氛。这回延续最台南的光雕精神，结合地方传统技艺与当代艺术，展现众神之都的文化底蕴与未来想象。从音乐到影像，捕捉了台南的灵魂，所呈现的不只是美，而是城市世代累积的生命力，让建筑成为大家共同的情感场域。天坛一路走来，始终相信文化是城市的根。庙宇雕饰、城门技艺、文化图腾逐一浮现。制作团队深入台南庙宇与巷弄，走访城市的文化足迹，把庙宇的国宝级工艺、南管古调以及多元族群文化结合到作品当中。还邀请700位小朋友做凤凰彩绘。这次除了光雕以外，丰富的周边活动以及结合台南市的这个街景、美食、文化
其实是把这件作品跟台南市的气息跟更接地气的一个发表。灵动的目光曾经在2024年台湾灯会中展出，荣获柏林设计奖与日本 Good Design Award 双料国际肯定。2025灵动的目光以光影为笔，描绘台南闪耀的文化之光。记者周怀谈的报道。由南台科技大学所主办的汽机车大展，今年已经连续36届，而且这届车展的规模再度升级，邀请超过150家知名厂商参与，展出超过500个以上的摊位。其中美式肌肉车传奇更是年度特色，带您一块来了解。全国唯一能在大专校园持续举办36年的南台汽机车大展，专业的展览除了一直创纪录，更是一座连结教育、产业与社会的桥梁。今年车展的规模再度升级，邀请超过150家知名厂商参与，展出超过500个以上的摊位。其中 TMC 台湾肌肉车联盟的车主所提供的美式肌肉车传奇，更是年度特色，吸引车迷热血沸腾。看到这些车子呢，真的会让人家热血沸腾，真的这是每一个男人的梦想。小朋友喜欢看车子，所以基本上大概这2-3年我们都有过来看。车就是身边这台 Subaru WRC 配色的，对也蛮开心可以来到这边参展。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来展示自己的肌肉车，对，同时呢跟大家一起参与这一个盛事这样子。虽然今年车市相对低迷，不过许多车商看准南台车展的人潮钱潮，也祭出许多优惠，甚至有信心提升业绩3到5成。希望透过车展，然后可以拉高我们的业绩，然后至少都可以拉到5成。ID5 它的原牌价是209万，现在以原厂的公布的价格是150几万就买得到。车展满满的人潮，除了赏车，各摊位的美女模特儿，无论动态、静态展示，都是抢拍的焦点。除了车展美女创造吸睛效果，6日开幕仪式中具有科技光影效果的表演秀也令人目不转睛，为开幕剪彩揭开序幕。请动剪，恭祝南台科大汽车展迈入第36年。南台车展，常年受到那么多厂商的肯定，那关键在于本校的机械工程系的师生还有我们先进车辆组的师生来共同的全力的投入。那这个车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完全是由师生来共同的规划。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学生对这种策展的这个经验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让我们的同学能够真的我们叫务实致用。正如校方所言，有机械工程系200位师生务实致用的教育精神，也让这场车展年年传承，成为车商和车迷不容错过的年度盛会。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台南市警察局第5分局携手知名粉专警政文库，推出玩具摄影展“警察玩具在地风景5特展”，以玩具与警察为主角，结合在地元和宫跟人气甜点品牌姚平布朗尼，透过趣味跟深度兼具的作品，呈现警察守护城市的日常与温度。警察拿着交通指挥棒、元和宫为背景，以错位拍摄的方式拍下这张有趣的照片，想借此传达交通指挥的辛劳。还有用 AI 创作融入长者的安全用路宣导。台南市警察局第5分局以创意方式推广交通安全观念，与警政文库合作策划玩具摄影特展。现在宣导的方式有很多种嘛，然后我是个人会比较喜欢说用比较幽默有趣的方式，而且这些玩具大家一看就知道，而且有些都是比较以前年代的玩具了。
啊，有些复古的玩具，所以可以唤起一些大家对于原来警察的宣导可以那么活泼。希望透过这次的展览，那以一种比较创新、轻松的方式来拉近我们警民之间的距离。作品以玩具模型结合在地实景，展现警察执勤、交通安全与社区互动等多重面向。展览在知名甜点店瑶平2店展出，现场以玩具警车与警察人偶结合街景与庙宇实景，可以让民众一边吃点心，一边看警察在城市穿梭的身影，更呼应活动主题，推出全唐式宣导。我们推的这本礼盒《警察使用法令》，那它的内容物其实是我们的瑶品的招牌，一次都可以尝到酸甜苦辣的滋味。将警政署每年编印的《警察实用法令》巧妙改编为实用法令，相当有创意。元和宫也提供圆盾与警察背心造型的反光小物，希望给民众带回艺术、甜点与交通安全的观念。记者周怀谈的报道。运动除了是休闲，也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中嘉集团从推广慢跑开始，到举办羽毛球比赛，今年底更筹备保龄球比赛，由主管带头到员工自主参加，希望透过保龄球运动凝聚团队向心力，也借机会让各部门交流联谊。日前大家就相约参加保龄球赛，享受球评应声全倒的快感，而前几名还有奖金，真是一举数得。保龄球在台湾1990年代曾有辉煌岁月，所以相信当时很多人都曾跟风流行。中嘉集团为了推广运动企业文化，自慢跑开始到羽毛球，这回也锁定保龄球来筹办比赛，由主管带头到鼓励员工自主参加。日前大家就相约一起来打球，不管全倒还是洗钩都不要紧，重要就是那份团队的向心力和热情。中嘉宽屏呢，这次举办了员工的保龄球活动，我们希望借由这一次的保龄球活动呢，能够凝聚各位同仁更高的向心力以及凝聚力。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的保龄球活动呢，所有的员工能够尽情的享受。对平时上班忙碌也没有运动习惯的员工来说，保龄球也算是轻松可舒压的休闲运动。而且当保龄球瓶应声全倒的那份快感，更是全场欢呼，加油声不断。不管是拼个人成绩或是团队合作，比赛已经达到各部门联谊、情感的交流，也将运动融入日常，来推动幸福职场。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考量超过90%的学生都住校，长庚大学因而在日前斥资近3亿元，全面翻新第一学舍公共空间，采纳学生意见，并融入共学共享理念，从景观健身房、共享食堂到跨域展示中心，提供学生更舒适多元的生活与学习环境，打造全台最友善的学生宿舍。走进学生宿舍顶楼的健身房，能眺望到台北101的绝佳视野，让大家连连称赞不已。长庚大学在日前斥资近3亿元，全面翻新第一学生宿舍公共空间，融入了共学共享理念，打造景观健身房、共享食堂、学习交流中心等空间。长庚大学校长汤明哲在启用典礼致辞时表示，考量超过90%的学生都申请住校，希望借由崭新友善的公共空间，提供学生抒压、交流与自主学习的环境，打造全台最友善的学生宿舍。24小时呢都在学校里面，所以呢，他们真的是需要很多的空间，让他们的生活比较舒缓。他4年的时间呢，大学部的学生能够认识200个同学 ，OK。那200个同学毕业的时候，他这个人生呢，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讯息的来源，有很多的 friendship， 有很多这个温暖的这样的一个友情。那要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就要看我们学务处透过社团、同学、宿舍，有很多这种空间，能够让他们有交流的机会。所以呢，这整个的设想，不管是冥想区也好，运动场所也好，所以呢，我们希望有这样的空间呢，能够让我们的学生有更多舒展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而这次的整建获得教育部新宿舍运动计划补助7600万元，其余由长庚大学学校自筹。长庚大学学务长胡正生指出，整建过程完整纳入学生的意见，不仅公共空间从1700多坪扩增到2600坪，也设置了艺廊和阅览室，而共享食堂跟社团饮调室则提供安全完善的料理环境给学生下厨交流。另外，户外的中庭也重新绿美化，并设置表演舞台，成为校园活动跟展演新据点，期盼提供兼具生活、休憩与学习的全方位场域。从需求面到了一个方案的一个设计过程当中，我们确实让学生的意见进来之外，健身房、休憩区还有多元的盥洗室，我们都把它设计进来。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叫做学习盒子。这个地方我们除了让学生可以阅读的空间之外，我们准备了不同的大小的空间环境，然后学生只要进去，带着他的notebook 进去之后，他们可以讨论，有10个人的，有6个人的，那更重要的，我们每个学习盒子呢都是节能的空间哈，所以学生呢也养成了节能的习惯。我们还有一个区块叫做博书理学习空间了哈，我们是想让学生博学共进、书活共活啊，共享生活，然后理人为美哈，这是我们当时设计最重要的原因哈。那学生呢就可以在那边不只是在一个所谓学习，而且我们很重要的一点，生活既是教育，这是我们最高的宗旨。校方强调，宿舍不只是休息场所，更是陪伴学生成长的基地。期盼透过翻新宿舍公共空间，让学生从生活到学习都能获得完整支持，在求学过程中建立人脉、拓展视野，强化未来的职涯竞争力。记者林涛报道。进入12月就是开始享用草莓的日子，但是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今年本产的草莓特别少？原来是因为受到气候影响，草莓幼栽特别容易染到连孢菌，而这种病又被称为草莓界的癌症，非常难治疗。因此，许多农户只好将栽种时间延后，预计要到12月底或明年1月，草莓才会恢复正常产量供销。今年天气热的时间长，连带影响到草莓产量。因为气温高，草莓特别容易感染连孢菌。农民朋友为了避掉这种情况，所以特别将正常栽种的时间延后，等天气凉一点后再来种。一般咱草莓伫12月份，差不多是市面上都能看得到。今年下到晚看到草莓是因为要撇开农民要撇开疫病的原因。所以都讲拖到10月底、11月初较少。连孢菌这项疫病等于是草莓的绝症，感染后草莓栽会慢慢枯萎死去。就算没死，生出来的草莓也特别小颗，没经济价值。大部分农民对于这种情况也只能心痛移除。这是草莓这个感情啊，无有意的。咱一般种了，大约头1个月了才发现。所以你款有这款现象，咱一定要挖掉，一定保新材啊。农友黄志贤特别教导民众分辨染到连孢菌草莓的特征，这是正常的。这算讲同期发展，但是伊头1个月伊变了。叶啊较细类安尼吗？伊的迄款呢，伊的叶啊无变大叶。这个大小我就是这样。本来一朵上面有不同。本来伊3叶是爱正常，是爱正常。咱市面叶啊，对。大小耳伊3叶的也变迄款。了解。安尼，这就是大小耳。这就是大小耳。经过移除染病植栽以及田间管理后，台南的草莓目前已慢慢成长，预计将在12月底开始恢复正常产量，甜蜜上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新北市板桥溪州地区的巷弄间隐藏了一间日式手工蛋卷饼，老板用一台80年的老古董煎饼机制作出多种口味、少油少糖的手工蛋卷，希望大家都能吃到古早味，也吃得到健康。
老板娘将煎饼机上热腾腾的饼皮卷成一条条的蛋卷。这里是隐身在新北市板桥西周地区巷弄中的手工蛋卷店，凭借多年来坚持传统制作工法与健康选材，早已成为在地居民口耳相传的隐藏美食。制作时除了以传统铁模手工烘烤外，火候与时间更是要全凭经验掌握。每一卷蛋卷都需要专注的翻模塑形，才能呈现外酥内香、不油不腻的口感。尽管没有醒目的招牌，但浓郁的蛋香与酥脆的口感，陪伴不少邻里居民成长，也成为巷弄里最熟悉的古早味。老板表示，本来是厨师学徒，家里开西点面包店，发生意外后，突然想起小时候跟在父亲身边学习西点时的经验，因此开始研究手工蛋卷。而手工蛋卷从原料挑选到制作过程都不马虎，选用新鲜鸡蛋、奶油与面粉，不添加人工香料与防腐剂，就是为了让消费者吃得更安心。我们是黑暗美手工蛋卷饼，也因为目前制作这个是因为我当初的时候是厨师的学徒，在家里是西点面包。到了车祸以后，我才想起说，因为要跟在爸爸父亲的旁边的时候制作的这些西点啊，然后来做蛋卷。我们的原料比较单纯，就是鸡蛋、牛奶。酥油、奶油、奶水，口味总共是有9种，不加香精、香料、防腐剂。多年来，手工蛋卷店除了维持手工少量制作，虽然产量有限，但保留了最原始的风味。除了经典的原味，店家也因应消费者需求，推出芝麻、咖啡等口味，让传统点心多了新选择，也吸引了年轻族群的尝鲜。连民意代表助理也时常来购买，他也将这份古早好滋味推荐给家人朋友。因为呢，我们常常在这个地方上跑来跑去的，那也跟里长都有一些互动。那发现呢，这边怎么常常都会有很多民众聚集在这边？那我们就很好奇的来看看，原来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蛋卷的工作坊。那所以我们就这一次呢，也赶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资讯，让大家可以知道有这么好吃的蛋卷。在追求效率与大量生产的时代，手工蛋卷店仍坚持慢工细活，以兼顾健康与口感的方式延续古早味精神。店家也希望透过一卷卷温度十足的蛋卷，让更多人认识板桥在地的朴实美味，感受巷弄间历久弥新的甜点魅力。记者肖总新北采访报道。台湾的代表性美食小笼包深受国内外饕客喜爱，在前镇有间小店主打手工制作、现点现做，价格平实，多汁美味。不仅在网络上有着超高人气，更被封为高雄第1名。用筷子夹起汤包，汤汁顺着故意破开来的小口不停往下流。开在前镇的小笼汤包店，在网络上受到众多饕客推崇，更因为多汁鲜甜的滋味，被封为高雄第1名小笼汤包。那我们在这边的主要产品是汤包、炒面、炒米粉，这3个是我们主要的大宗。这样，那我们的油的比例也尽量能降低，尽量降低，但又不能到说完全没有，不然它其实会柴。这样，那我们的肉是都用每天的温体猪在制作，在店里面我都是能够尽量用最新鲜的东西，我尽量都不会用隔夜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别就是，你说要很注重什么，我觉得就是真材实料。年轻创业的老板做事丝毫不马虎，尤其对食材制作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不仅要用温体猪，还只用母猪，来杜绝食物中猪骚味的存在。更为了不被肉商欺瞒品质，除了亲自走访现场，还天天闻生肉的味道，来确保猪肉的品质是否如常。现在这边在用，那我楼上又继续打，就是一直持续以最新鲜、品质最好的面团，一直持续的在做餐点的制作。那肉也是，像我们打完的肉，我们就是保鲜膜封好，然后冰在每一台冰箱。那我里面的冰箱也会，饮料的冰箱就是饮料的冰箱，生肉的冰箱就是生肉的冰箱，一定要完全的分开。我们的汤包，我们每天早上是现包现卖，所以我们店里的人才会有时候人家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要请这么多的人在帮忙？因为大家要一直包啊。如果你今天用机器，你可能一个小时你可以包1000颗、2000颗，可是你人呢，你1个小时顶多包个200颗、300颗。所以我们只好用更多的人力去取代我们所坚持的品质，这样。
靠着一步步对细节的坚持，这群年轻的小伙伴不仅受到许多饕客的认可，就连大型企业学校也看到他们的认真负责，选择长期稳定的合作。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以上就是本周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